1988年5月初四，李登辉前总统接见当时施瓦季兰总理苏杰，分享咱台湾农业成功的经验，提供对方做参考。李总统对他们此行远道来访表示衷心的欢迎，双方在谈话当中就今后加强两国之间的外交以及经济合作关系，深入的交换意见。1997年5月初四，全台湾超过1万人站出来，手持白旗，抗议白小燕事件了后，治安愈来愈败。长长的队伍中有来自社会的各阶层团体，虽然也有政党介入，但看到最多的却是身着轻便、惜家带眷的民众面孔。不是针对只有一个白小燕，而是针对这么多弱势或者是小市民的小孩子，我们就要走出来，希望他们呢也能够得到保护。这摆游行叫做为台湾来行，人足济，声势嘛足大，要求政府重视治安。